總連有指一批大豆沙拉油，因為被驗出低含物超標，對4月初陸續出貨，流向泰山、福壽、甲福茂等品牌的體系，引發民眾的恐慌。台南市議員蔡玉輝、李中琴甲彭一方上午就邀集市府、衛生甲教育單位召開記者會，一方面了解這段時間問題油品是不是有流入去校園的營養午餐，另外嘛希望衛生局應該公布問題油品的頂下游的名單，應該公告哪幾家嘛？靠緊你要伊改善好嘛，對不對？恁有掠着對幾間？咱這裡講百姓吼，大公司伊個買油賣講嘛，上游賣講，中游下游，恁有掠對幾間？伊用對油無啦？資料全部公開透明，然後把它公告出來。再來就是說，我們做後續的這個追蹤，它到底有沒有撤掉的部分，還是它有繼續使用的這個部分，我們想要知道的是這個區塊。對此，市府教育局回應，學校的營養午餐部分並無用到相關廠商的問題油品，而且衛生局佇個第一時間，根據外縣市的通報，佇台南嘛掌握了22間的中下游廠商，並進行稽查，甲了解回收的狀況。接獲到中央的那個公告之後，我們在7月2號的時候就有在衛生局的網頁上成立一個專區。網頁啦吼，咱有聽到哦，唔是我講哦，我要希望你開記者會說明，另外衛生局網站嘅公告咧，哦，過來。那另外呢，我們除了在成立專區之後，我們已經有把相關的受影響的油品也都有放在網絡上，另外也有把它轉資給像我們市府的商圈啊，或者市場處經發局，另外也有給那個一些像廚師工會啦這些等等，我們就是已經有先將這些相關的資訊給他。那另外7月2號，其實我們還沒有收到下游名單的時候，其實我們台南市真正收到下游的名單，目前清查起來是有22家。那其實在他們各縣市尚未提供那個下游名單給我們的時候，其實我們在第一時間已經在當天晚上也有去查夜市，然後另外也有去販售業，還有一些餐廳，我們也有去做清查的動作。雖然衛生局第一時間在網站有設立專區，並且公布22間的中下游廠商，不過議員質疑，一般的民眾不一定會知影，因此議員呼籲市府應該透過記者會定期來公布查扣問題油品中下游的廠商名單，對廠商到夜市打飯，讓資訊會用公開透明，守護市民的食品安全。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